深圳大排檔啊，就係冇任何風格，冇任何定性，佢裏邊咩菜系都有得食。烤全水魚，廣州食唔到㗎。老實講一句啦，大家咪一直都話深圳係美食荒漠嘅，但係原來本地嘅朋友話俾我聽，真正嘅美食係收埋喺佢哋嘅城中村㗎。佢就話：這就是他們深圳的蒼蠅大排檔，但是沒有品種的蒼蠅，不男不女嘅蒼蠅。點解你最近咁中意喺度撩起我啊？就喺度啦，你睇下開到凌晨6點喎，小龍蝦拖住我啦，等下俾人拐陳咗你。歡迎光臨，你好，歡迎光臨，兩位，現在等多久？20分鐘這樣子。好的，我先看一下菜牌吧。嗱，有港式雞煲啦，有生蠔雞煲、嗶哩吧啦啦，仲有炸魚蛙，哇，好豐富喎嗰啲嘢，非常之多。跟住網上嚟吧，哇，好得意啊！佢呢度燒烤攞亞冠裝嘅喎，海蓮菇又是什麼鬼？哎呀，深圳烤水果啊，烤炸魚、烤黃鱔呢啲喺廣州冇得食嘅喎，豬頭一定要。好，你們兩個是從泰國過來玩的嗎？啊，不是，我從廣州過來的。哦，這樣子啊。那有個問題想問一下，這裡的鋪租多少錢？1個月5萬多。多大？2層樓，接近300。那在深圳這個鋪租算中等吧？相對中山吊打。廚房我睇咗下，太乾淨。這是豬肚嗎？對。哇，我就要食呢啲啊，青，因為廣州食唔到㗎。我先生好。兩隻啊，佢當珍珠奶茶啲珍珠好凍啊！哇，深圳煙火氣啊，就係冇任何風格，佢裏邊咩菜系都有得食。問這些小妹子在這裡不熱的嗎？對呀。好想問佢用咩粉底喺咁高溫嘅情況下都居然甩妝。謝謝你。呢個就係我哋深圳本地嘅 friend 啊，所以這個是乾鍋嚟㗎。好的。佢裏邊有清遠雞同埋有牛蛙。OK，有得去嗶哩吧啦下先啦。深圳大豬頭，好吸引啊！睇住佢烤㗎，哇，好正啊！好似食緊嗰德國鹹豬手咁啊！係啊係啊係啊！哇，呢5蚊雞其實煮啊，正啦！好好吃，一點都唔辣，一啲豬口味都冇，佢係先滷再烤㗎，嗰種滷上加脆嗰種感覺，很焦很焦，Q Q 彈嘅，太好吃啦！來吧，我終於食到啦！呢個係我心心念念嘅烤全水魚，好大隻啊，大過你個頭啊！呢啲就係靈魂裙邊啊，正啊！哇！太爽啦，朋友！我話俾你聽，其實水魚啊，佢係冇乜味嘅。佢呢個水魚好野味，佢呢度好識得做燒烤，可以通過烹飪去俾到好多生命力俾佢。哪怕佢死咗之後，都仲係活靈活現啊！好食好食。嗱，呢個咧就係我哋啱啱見到嘅嗰個豬兜燒烤啊，生蠔雞子版嘅鮮芋仙啊！呢個就係藤椒豬腦。哇！呢個豬柳好滑啊！嗶哩吧啦嘅鐵板豆腐，呢個我係喺網上睇翻嚟，佢用嘅老豆腐喎。好絕啊！好鮮，出面食蒸魚嗰種滾油，哇！抌落去沖到咁樣，哇！太好啦！咦，謝謝！呢啲全部都係八爪魚嗰啲豬豬啊！佢嘗出嚟味型，係咪嗰啲嗶哩吧啦吧啦嗶哩嗰種感覺啊？係啊，我好中意呢種嗶哩吧啦吧啦嗶哩嗶哩吧啦吧啦嗶哩吧咁樣。係啦。你啱咪話可唔可以坐到早上10點嘅？可以啊，只要錢到位啊，陪你坐到天光啊！嗱，深圳就係一個咁嘅地方啦，你可以攞錢買服務，但你唔好唔俾錢。為什麼要這樣分呢？嚟啦，試下先。佢呢個係佢哋嘅招牌餸嚟嘅，最出名嘅，好大隻下喎，青。我炒你媽！好香呢個，好香。首先炒嘅煲你望開不咁炒啊嘛，其實你會食到嗰種鑊氣感。第二，佢個醬十分之清晰明了，一啲都唔混咗啊！而家出面有落嗰啲蘸末，哇大雞皮啊！好有雞味，又嫩，雞行嚟㗎一定。我係一滴想踩佢哋嘅意思都完全冇。你淨係記住，我哋而家身處喺深圳喎。跟住邊個嚟食㗎？屋企人啊，好食啊嗬。嗱，燒烤嘅話，我快速過一個啊！呢個黃鱔啊。哇塞！佢用嘅係嗰種呢個皮有啲韌嘅嗰種黃鱔啊，所以食起身好有口感，攞嚟做燒烤一流。嚟啦，食大王牌啊！我哋嘅烤香蕉啊！
極度好吃，上面呢度有一陣薄薄地脆嘅焦糖，再加埋隻香蕉係新鮮，係真係好食啊！6粒海螺，扭大咋，好吃，我喜歡。你為什麼不喜歡這種？很嚇人，很嚇人啊！人心更嚇人啊！最後公佈係今日睇幾錢啊？559蚊。我哋今日食得真係好多嘢啦！雖然我咁大個人都未喺香港食過任何一餐嘅燒烤啊，但係我覺得喺香港應該我哋呢餐係要1800蚊左右。我唔知係咪，如果有人覺得係嘅話，話俾我聽下。